不曾爱过你。王远来了，你说这哪去了？我就说一说啊。美女，你的钱。咋了？忙死了，上你这干活去。你能行吗？你这的还行嘞，专业的哥。我喜欢一个女孩，在这半年里，我一直在追寻她的背影。我不能再软弱了，就是这个女孩。今天我必须要告诉她，我喜欢她。美女，我。这你别笑。干啥呀？哎，大哥，啊，麻烦你点事儿呗。啊，我东西掉了，你帮我捡一下呗。哦，行，耶。还有，还有。谢谢阿哥，辛苦了，这么多呢？谢谢啊。别跟我说，好了。你太想我了，你快回来！有病是不？老公晚上就有空。老公把油给我。
们来拍合照吧。好啊。来，3、2、1。等一下我发朋友圈，你们记得给我点赞哦。